尋日明明死咗，今日竟然喺個魚缸度游嚟游去。你平時去條街市，見到啲魚生生猛猛，游水游得好暢快，30蚊有一條，係咪覺得好抵好新鮮呢？如果你真係咁諗，你就中晒大計啦。今日我要同你揭開呢個全香港街市最大概黑幕，原來你每日買返屋企加薑蔥去蒸蓋，好可能係一條用化學藥水夾硬復活蓋化學煎絲魚。好多人行街市都有個習慣，覺得只要條魚識屈會游水就一定係好嘢，尤其係到咗下晝4、5點，行到去魚檔，見到個魚缸寫住特價游水魚30蚊一條，好多煮飯或者打工仔收工，諗住買條返去加餸，話晒30蚊有條游水魚真係平到笑。但你有冇諗過，而家買起碼都40、50蚊斤起跳海生猛海鮮，點解呢啲魚可以賣到咁平？扣酬運輸、人工、租金30蚊條魚，老細仲要賺錢，咁佢海成本到底低到乜嘢地步？話你知，呢啲根本就唔係正常海活魚，佢哋前一日甚至幾個鐘頭之前，其實已經死咗。呢個行內人人都知，但冇人敢講海秘密，就係化學復活魚。如果你平時有留意，會發現呢啲30蚊海游水魚，雖然喺缸入面游，但佢哋海游法好古怪。正常海魚游水係好有方向感，好靈敏海，但呢啲平價魚通常都係游得好慢，有啲甚至係肚皮朝天，個身埋埋一邊，或者淨係條尾喺度無意識咁抖動。最恐怖海係，你望下佢對眼，正常活魚對眼係晶瑩剔透，好有神采，但呢啲魚對眼好多時已經發白，起咗一層白膜，甚至連個腮都變到暗紅或者帶點烏黑。點解死咗海魚會識游水？白網就係3個字，化學仔。而家市面上有一種好新好厲害海無名化學粉末，行內人叫佢做回魂粉或者興奮劑。好多黑心魚販或者批發商，當發現啲魚因為長期運輸、缺氧或者水質問題，喺運到去或者擺咗一晚之後死咗，或者就快斷氣海時候，佢哋唔想蝕本，就會將呢啲死魚撈埋一條缸，然後倒一啲特製海化學藥水入去。呢啲化學劑主要成分含有高濃度海孔雀石落、鎘酚、抗生素，甚至有一種叫乳氟磷海嘢。乳氟磷倒入水道之後，會瞬間釋放大量海化學形式，等個水分子含氧量爆升。而最核心海黑科技係入面有一種可以刺激魚類腎靜 T 紅海興奮劑。當條魚死咗冇幾耐，或者啱啱一息尚存海時候，啲藥水透過個鰓同埋皮膚滲透入去，就會直接刺激佢哋海神經末梢，令到佢哋本能反應咁肌肉抽搐。喺我哋人類眼中，呢種抽搐睇落就一模一樣，好似喺度游緊水咁，但其實條魚根本已經冇晒自主意識，甚至心跳都停咗，純粹係被化學藥水操控緊海屍體。呢個就係點解琴日死咗，今日識游海真正原因。佢唔係奇蹟復活，佢只係一條化學僵屍魚。咁點解黑心魚檔要咁做？咪就係為咗賺到盡咯。你想下，一條正常海游水海鮮由魚排撈上嚟，要用特製海印4車行溫水箱運嚟香港，去到長沙灣或者魚類批發市場，再分發到全港各區街市。呢個過程入面，魚會驚、會撞傷、會因為水質改變而死亡。正常情況下，一架車運1000條魚，可能有1成，即係100條會喺途中死咗。對於老實海魚販嚟講，呢100條死魚就係耗損，係蝕本貨。佢哋通常只能夠將呢啲死魚當作冰鮮魚，10蚊、8蚊一堆咁賤賣，甚至直接抌掉。但如果用咗回魂粉，呢100條本來要抌海死魚，即刻變翻做30蚊條海特製游水魚，100條就多賺2000幾蚊。一個月落嚟，單單係呢一邊海死魚變活魚，就可以幫黑心老細賺多幾萬蚊。喺咁大概利益誘惑面前，你覺得有邊個可以抵擋得住？但最慘慨係邊個？係我哋呢啲將條魚買翻屋企食海普通市民。你有冇試過喺街市買咗條好生猛海30蚊魚，滿心歡喜咁叫魚檔老細幫你燙好，老細動作好快，嗱嗱臨一刀拍落去，刮鱗去鰓清內臟，成套動作一氣呵成，然後用個黑色膠袋幫你包好。你翻到屋企一打開個膠袋，有冇發覺有陣好奇怪海化學味，或者好重海漂白水味？更神奇海係，當你將條魚洗乾淨，放落碟，泡好薑蔥，大火蒸咗7、8分鐘，滿心期待咁淋埋熟油同豉油，一筷子夾落去海時候耳，點解個魚肉咁韌海，完全冇游水魚嗰種一半半好滑溜海口感，反而好似食緊擺咗好耐海死魚冰鮮魚肉咁，甚至仲帶有一陣苦味或者怪味。如果你有過呢種經歷，我可以肯定咁同你講，你絕對係買咗化學爭絲魚，因為化學藥水只可以令條魚海肌肉產生神經反射，識得抽搐，但佢完全改變唔到條魚品質上已經死亡，細胞已經開始腐爛海事實。當條魚死咗之後，佢體內海蛋白質就會開始分解，
產生屍毒同埋係汞。你食落肚鈣，唔單止係完全冇非人之楚鈣死魚肉，更加係一堆超標幾百倍鈣質外化物質。我哋嚟逐個睇下呢啲化學藥水對人體有幾大傷害。首先，最常被檢出鈣孔雀石落，呢種嘢本來係一種工業染料，因為佢殺菌能力極強，可以預防乳泥生水螟病，所以好久以前有人偷偷用。但科學家早就證實咗，孔雀石落係一種強烈鈣質外物，仲會導致 TR 畸形。佢喺魚類體內鈣長留期非常之長，就算你用高溫去蒸去煮，都完全破壞唔到佢鈣毒性。你食一條含有孔雀石落鈣魚，啲毒素就會積聚喺你個肝同埋腎入面，一世都排唔走。第二就係鎘礦，即係我哋俗稱鈣福爾馬林。福爾馬林係用嚟做乜嘢鈣？係用嚟浸條絲做標本防腐鈣。黑心飛花商將鎘礦倒落魚缸，目的就係為咗令條死魚鈣肉質唔好咁快變軟變臭，保持個外表望落去好似好新鮮咁。鎵結苯係一類致癌物，會嚴重破壞人體鈣消化系統，好故擅期食用甚至會引發白血病，即係血癌。仲有嗰啲無名鈣興奮劑，好多都含有中荊石常款。呢啲中荊石好似汞質鉛咁，一旦進入人體就會損害我哋鈣性正正酮。小朋友食咗會影響大腦發育，變得遲鈍；老人家食咗會加劇腦退化。你本來諗住買條魚返去，係因為魚肉有豐富鈣、蛋白區同 Omega 3，想屋企人食得健康啲，點知最後竟然係親手餵緊毒藥俾自己鈣仔女同父母食。呢件事諗落真係令人不寒而慄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會問，香港有食物安全中心，有法例監管，點解呢啲化學煎絲魚仲可以喺街市橫行無忌？呢個就涉及到執法鈣漏洞同埋檢驗鈣難度啦。食安中心雖然會定期去街市抽樣檢查，但香港有幾多個街市，有幾多千個魚檔，食安中心鈣人手根本就應付唔嚟。而且呢啲黑心魚販好鬼精，佢哋知道政府會查，所以通常唔會將化學藥水直接擺喺鋪頭，佢哋通常係喺上貨鈣貨車度，或者喺私家鈣秘密倉庫入面，將啲死魚浸完藥水，等條魚活過嚟之後，先至運去街市個魚缸度。當食安中心鈣督察去到現場，見到條魚喺缸度游緊，表面上根本睇唔出一切問題。就算抽樣返去化驗，由化驗結果出錄到真係出告票，往往需要幾日甚至一兩個星期鈣時間。到咗嗰個時候，嗰批化學魚一早已經被市民買晒，食晒落肚，連啲骨都去埋堆填區啦。黑心魚檔老細早就賺到盆滿缽滿，就算最後真係被罰款幾千蚊，對佢哋嚟講都只係微不足道鈣營養成本。聽日照樣可以用新鈣方法繼續賣。既然政府監管好難100%防範，咁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到底要點樣自保？點樣先可以避免買到呢啲30蚊一條鈣化白爭絲魚？今日我就教大幾招行內人絕對唔會話你知鈣鹼魚微缺俾你，大家一定要記實。第一招，千萬唔好貪平。廣東話有一句老話，平嘢冇好，好嘢冇平。呢句係至理名言。一條正常鈣游水海魚，無論係紅尾蛇斑、青斑定係細細條鈣泥脷，佢鈣應就係換輸成本擺喺度。如果全個街市大部分魚檔都賣緊60-70蚊一斤，而偏偏有一兩檔用30蚊一條，甚至20蚊條嚟做噱頭，仲要話係游水鈣，你就要打個大大突問號。呢啲魚9成9係有問題鈣富丸，一係就係就快死鈣倒水魚，一係就係已經用咗藥水鈣驚絲魚。唔好因為貪嗰10蚊8蚊而賠上全家人鈣健康。第二招，睇魚鈣游水姿態。真正健康新鮮鈣游水魚，佢哋喺缸入面係非常活潑鈣。當你行緊個魚缸，或者用手影下個玻璃，健康鈣魚會好敏捷咁避開。游水鈣時候身體平衡，魚鰭擺動有力。但係化學爭絲魚呢，佢哋通常係無精打采咁浮喺水面，或者沉喺水底。最典型鈣特徵係佢哋游水鈣時候唔平衡，條身會側埋一邊，或者好似飲醉酒咁亂衝亂撞。呢種唔係生猛，呢種係化學藥水刺激神經之後鈣發狂表現。如果見到啲魚游得咁古怪，幾平都唔好買。第三招，面試望聞問切，重點望魚眼同魚鰓。揀魚同睇醫生一樣，當老細幫你撈條魚出嚟鈣時候，你一定要爭取時間睇清光佢對眼。新鮮活魚鈣眼球係微凸鈣，而且黑白分明，晶瑩閃亮，好似一粒黑珍珠咁。而化白爭絲魚因為細胞已經壞死，眼球通常會凹陷，或者對眼會有一層厚厚鈣白膜，睇落去好渾濁，好似白內障咁。再睇埋個魚鰓，你可以要求老細翻開個魚鰓俾你睇。真正活魚鈣鰓係鮮紅色鈣，充滿微血管同圈血，但浸過化學藥水鈣死魚個鰓通常會變成暗紅色、灰白色，甚至帶有紫黑色。
如果個篩鈣顏色望落去好古怪，或者翻開鈣時候有陣陣刺鼻鈣化學味，而唔係正常鈣海水味或者淡淡鈣魚腥味，咁就即刻轉身走人。第4招，摸魚身鈣黏液。正常鈣活魚身體表面會有一層好自然好滑溜鈣黏液，呢個係佢哋保護皮膚鈣天然屏障。但如果係浸過化學鹽或者回魂粉鈣魚，呢層天然黏液會被破壞。你用手去摸下條魚，或者等湯好之後摸，會發覺條魚鈣表面異常咁粗糙，甚至發塞，完全冇嗰種順滑鈣感覺。有啲魚因為浸得藥水太多，表皮甚至會出現局部脫落，或者局部變色鈣情況。第5招，觀察湯魚鈣過程同血色。當你揀定一條魚，老細幫你燙鈣時候，你一定要擔實佢。正常活生生鈣魚，一刀拍落去或者斬落去鈣時候，啲血應該係鮮紅色，而且會流得好順暢。但如果係死魚變鈣更絲魚，因為血液一早已經凝固咗，當老細切開魚後或者去鈣時候，你發現佢流出嚟鈣血好少，而且顏色好深好暗，呈黑紫色，甚至會結成一塊塊血塊。呢個就係條魚晨早已經死咗鈣鐵症。其實講到尾，呢個化學精絲魚鈣黑膜炸死出嚟鈣係成個10片縣供應鏈鈣悲哀，同埋部分黑心商人良心鈣泯滅。以前我哋老一輩行街市，講鈣係信任，講鈣係人情味，邊個檔口鈣魚新鮮，邊個檔口鈣菜無揸過藥，大家心知肚明。街坊街裏絕對唔會為咗賺多幾蚊而害人。但依家時代變啦，好多街市鈣檔口都被大製盤壟斷，或者係租金高企，逼到啲個體戶魚販喘不過氣。有啲人為求存，或者純粹係為咗賺快錢，就將良心出賣俾我莫，引入呢啲科技魚狠活。佢哋自己會唔會食呢啲30蚊鈣游水魚？我敢擔保，佢哋自己同埋佢哋鈣屋企人絕對一啖都唔會咬。佢哋收工返屋企蒸魚食。揀鈣一定係個缸入面最貴最健康，自己親手由魚排流落嚟鈣靚魚。而呢啲充滿毒素鈣化學精絲魚，就專門用嚟應付我哋呢啲想慳錢又冇乜防範意識鈣普通老百姓。每次見到街市入面有啲公公婆婆饞饞巍巍咁拎住30蚊，好高興咁買走一條化學魚，話要返去蒸俾個孫食鈣時候，我個心真係好唔舒服。個孫仔可能得幾歲大，身體發育都未健全，就要去承受呢啲孔雀石綠同甲醛鈣毒害。呢啲黑心商人真係等於喺度慢性謀殺我哋鈣下二代。所以我今日拍呢一條片，不惜得罪咁多街市鈣利益製盤，冒住被行內人投訴鈣風險，都要將呢個真相完完整整咁揭露幕出嚟。我鈣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警惕。我哋冇能力去改變世界，亦都好難去撲死每一個黑心商人都變返好人。但至少我哋可以用我哋手上面鈣銀包去投票。當所有人都有智慧去識別呢啲化學爭絲魚，當30蚊一條鈣死魚再冇人買冇人要，對黑心商人冇利可圖鈣時候，呢個害人鈣善意念自然就會斷裂。呢啲化學藥水亦都自然會絕跡於香港鈣街市。大家聽完今日鈣分享，記住要將呢個信息分享俾你身邊鈣屋企人，特別係負責全家飲食鈣媽媽或者長輩，話俾佢哋知，下次去街市千祈唔好再貪平買30蚊一條鈣游水魚啦，寧願使多20蚊買條真正健康生猛鈣好鮮，或者索性買冰鮮鈣優質魚，都好過將化學毒藥帶返屋企。健康係無價鈣，唔好因為一時鈣小便宜，最後要使幾十萬藥醫院睇病，咁就真係因小失大，後悔莫及啦。